最近台湾正上演一个史诗级的这个大剧，就是斯卡罗，那获得非常多民众的一个喜爱跟肯定。那里面有一些在府城的场景，其实就是在我们安内影视基地来做拍摄的。这一个影视基地有分3期的计划，目前正在进行的是1期，所以后续的4年还有2期跟3期。在1期部分完成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剧组也进到这个园区来拍片。未来安内影视基地会成为台湾一个拍时代剧非常重要的一个影视基地。那届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参观这一个属于台湾人的影视基地。那我们全区使用的面积有2500平，有3条大街，然后3条小巷，然后有3个广场，1座城门。然后还有一个安平港，对，那全区有42栋，有可以陈设63个店面。这个建筑我们都是有请历史老师，就是成大的建筑系的学生们，对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资料、参考资料，我们就比如像我们那个城门，那个尺寸都是他们给我们的，对，完全有照历史的资料去盖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位于台南盐水的安内糖厂影视基地，是台南市政府和文化部合作的首座影视基地。公共电视近期播出的历史剧《斯卡罗》，就是在这里的时代场景，清代汉人世街拍摄。这里打造明清时期台湾府城街坊样貌。台南市文化局预计之后将推出盐水古镇小旅行，开放电视剧拍摄场景的清代府城街景，让游客穿梭盐水的历史巷弄及百年建筑，还能品尝在地美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我们很谢谢这个文化部还有谢谢中央各部会这样长期以来的帮忙。那当初这个事情的缘起是这个公视的大河剧，然后他们做了这个想说这个报警跳来像科秀，但是留在我们南部这个地方这个不管是清朝的，或者是荣丁时期的或者是这个战后的，我们有不同的场景，将来也会能够不仅成为拍片的一个重要的据点，也是成为将来一个民众来这边观光的一个据点。那另外在盐水小镇，我们也谢谢交通部观光局也是很帮忙那个地方列为重点的这个特色小镇，所以不管在月津港的部分这除了治水之外，还可以变成一个文化场域，变成发展一个1府2路3艋舺4月津，就是减水，会当成做一个未来台南溪北发展的重点之一。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第57届金马影后陈淑芳受台南市府的邀请，用了2天的时间，行了真侪台南著名景点，翕了一部观光宣传影片。27日伫富盛大饭店举办首映记者会，现场播送这支由金马影后陈淑芳带路推荐的台南漫游宣传影片。因为我听讲，伫台南只要你手若摕一支竹签，嘛伫路行，真紧就变成一支棉花糖。其实台南除了甜味以外，还有一种口味就是慢味。除了宣传影片首映，市长黄伟哲也伫记者会上颁发台南观光大使聘书给淑芳阿姨。今年的台南观光大使拖车个吹嘞！好，我们也先还有聘书的部分好的，让我们现场的摄影朋友来拍个照啊！感谢我们金马影后淑芳阿姨能够来为台南的观光、旅游以及文化深度之旅来站下来帮忙，担任我们的台南市的观光大使。我想，这个对一个即将进入400年
的这个文化古都台南来讲，是一个莫大的殊荣，也希望说借着蜀芳阿姨，不仅让全台湾的好朋友都能够更深度的看到台南，认识台南，了解台南，也让许多不管是在华人世界或者世界许多的地方，在亚洲的、在美洲的一些华人朋友们，知道台南愿意这个更深度的来台南旅游。昨天、前天走了那2天的地方，我真的有好多地方没有走过。虽然在台南，情人没有带你来过，没有。他这个，昨天呢就走到这些，不管是大庙小庙，这是古迹的了。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这样带着我走。那以后我希望我能够带着别人走。先把台湾的古迹、台湾的漂亮的地方先认识一下，你们要出国再出国。台湾你都不认识，到国外去，什么地方西班牙什么地方那么漂亮，什么铁塔什么，我觉得没有用的。台湾真的好美。台南观光大使陈淑芳表示，这次来到台南，阁是第一次感受到台南旅游的慢味，非常趣味。较早来旅游，行程拢排个满满。这次在台南的街道当中慢慢散步旅游，感觉非常的舒适。放慢你的脚步，一起来台南找寻你的慢味。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由民间筹备组成的 T1 职业篮球队台南队，将在9月20号正式成军。台南队总经理钱伟成甲领队李宗翰在防疫记者会中特别向市长传来好消息，同时初步有4个队名要让市民家己票选，做出最后决定。那我们目前的成军大会呢，应该是会暂定在9月20号。那届时呢，包括我们已经确定签约的球员，甚至是我们在台南本地呢所选进来的子弟兵，以及我们即将要培训的子弟兵呢，都会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成立大会。不论是代表台南甜的味道，或者是台南牛肉汤，或者是台南我们台语本身可以发挥的专长，所以其实我们就用这样子的形式，像我们台南二沙队，就是台糖二沙，以及台南狼这些事情可以用台语来表现出来。那另外像我们台南铁牛，一方面结合我们的牛肉汤，也代表着我们农村地区替古瓦界的精神。另外还有我们台南许多精英选手可以代表出来的台南鹰队。延续东京奥运的热潮，现在台南阁有职业篮球队相当受人期待，同时球团嘛愿意将台南的队名由台南人家己决定，所以市府嘛呼吁市民把伫8月30号中昼进前，伫台南市公共政策的网络参与平台踊跃投票。台南职篮赞不赞？赞！台南市赞不赞？赞！台南职篮队赞不赞？赞！台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上午伫个召集人采用几个带领，包括委员会成员柯志春、李文俊议员的助理，以及3位南关线在地议员杜素莹、柯玉玲甲郭凤仪，实地会勘高铁台南特定区一块非公用的持有地，关心地上权的设定。因为该土地拄好位伫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西边，而且占地有4公顷。议员希望好好招商，以满足沙仑科学城的生活服务机能的工商发展为主。276之一大概4公顷左右这么大。那因为我们属于复合型的我们的产业发展区，所以基本上来讲以下面都可以走：金融保险、服务业、商办、餐饮、零售、旅馆。早期在赖市长的时候，其实有考量到说这得部分饭店是不是能优先？因为在这个周围其实都没有5星级的饭店。第二就是讲，其实最近有很多大企业在好奇，伊在问讲沙仑这地在这个高铁站旁边，很多国际的大企业说恁家有可能有商办无？我们的大企业也很希望能够进去。无我要走市区因为这点的好处是啥？为家做支线，它可以到南科。第二就是讲，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会展中心在这里。所以对于来讲，也蛮方便。所以有蛮多这个企业也提出他们的这个询问当然，我们今嘛议会通过了，我们要报中央中央也会在审核我们的计划，对于相关的产业，还有我们要招商的这部分这个他们也会来做一次审查。
归仁区武东段2761号，第号非公用私有土地公开招商设定地上权的时候，爱引入满足沙仑科学城园区生活机能，能发展的工商服务及商业产业为主了刚才讲的是讲，爱符合这地区的需要恁咧选择的时阵，莫讲设的地上权设定的了，无对地方无帮助啦大概我看大家意思也是安尼啦，这嘛是其中的意思。听听有啦，应该议会通过啊嘛大家无意见了，中央准，较紧招商，让咱新农区能带来高铁特区能带来繁荣啦这个武东2761的地号，基地面积有43000多平方公尺，属于产业的专用区。目前该案已经送议会来同意，然后报行政院来核准，印拟相关的招商文件。预计今年底就用上网公告，明年初来评选签约。至于议员关心的权利金甲开发的时程，市府经发局嘛表示，权利金的部分会考虑营业的抽成，并且限期来开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主要载送新长者甲行动无方便的弱势朋友，解决就医、福建等交通问题富康巴士，市府每一档平均提供28万纸以上服务。嘛，因为需求量大，所以南亚平律师特别号召家族亲友管一台价值超过100万的富康巴士。他所希望表达的是是因为他有一位好朋友曾经要申请富康巴士的服务。但是因为富康巴士的数量不足，所以觉得申请有困难，所以他长辈希望尽绵薄之力，然后捐赠一部那个富康巴士。因为我们长辈他就是在台南市出生的，虽然说如果嫁到台北，但是还是会思念故乡的情怀跟乡亲。这项大爱关键行动透过议员王家珍牵线，27号上午，市长吴伟霆伫社会局长陪同代表受证，感谢南亚民家族的爱心来造福地方，场面相当温馨。南家人还有我们万平小姐女士，还有所有的关心的好朋友，能够这个助一臂之力在我背后这部富康巴士真的是非常好，一次可以坐2位那我想社会局一定好好利用这个量，也会对我们身障朋友们做更大的服务不管是将来我们要有司机还有这个我们维护的费用，我们都一定全力来做好。春平他的家族也罢，他个人也罢，有许许多多充满爱的故事，包括现场今天 Frank is there， 他的先生才从成大治疗了，专门要过来。我刚刚在说怎么没有回家去休息他说家族的盛会，他一定先生也要亲自参与。目前全市的富康巴士有146台小型的，加1台中型的，多数拢是民间企业加个人所关证，也互人感受社会满满的温情加爱心资源。台南新闻阮及采访报道。由分嘉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主办，2021年一箭双雕的艺术季，对顶一波的7股盐山的岩雕展，现在刷到要刷到海洋休闲运动度假中心，举办漂流木雕的地景艺术展，邀请资历超过25档，嘉义大自然生活艺术家小亨利来进驻创作。今年的主题就定位向海洋来致敬，漂流木的月派对。2021箭双雕艺术季今年已经迈入第10年那上礼拜在台南七股盐山已经把
研调已经开展了，受到大家的喜爱。那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在这个枪津马沙沟的海洋度假中心呢办理漂流木雕的艺术创作展。那最主要是今年是行政定的这个向海致敬的元年，所以我们在邀请的艺术家将这个我们在从海洋的一些漂流木这边来收集起来，做了一些艺术创作。那也最主要是向海来致敬，然后也提倡我们国人一些海洋保育的永续观光的这些观念。那这次的创作主题主要也是以这个海洋生态包括像我们在地的招潮蟹啦，或者是黑面琵鹭等等哈。因为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向海致敬，所以我们就是会用这些回收的漂流木然后再做一个重新的创作。那希望大家再结合这个艺术的过程又可以享受比较接近生活化的一个趣味。所以我们这个幸福游具底下设计的可以让小朋友、大人一起玩的这个荡秋千，然后它的造型会有一些那个浮球我们去做彩绘，让它表现出比较童趣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在日前的开幕式，主办单位佮特别邀请大型的风吹、佮特技风吹的表演，邀请民众把握暑假最后的尾声，行访一座海边的艺术之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了让学生伫大日头甲落雨天有一个放心运动的所在，台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伫全市各区学校兴建了23座结合校园美学防护球场，解决学校因为气候无好，无法度安排学生到户外运动的问题，就此提升学校运动风气，也增加了社区民众使用的机会。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半户外球场都非常的有特色，像是我们的进学国小这边，它整个部分后面是它学校的山墙，那整个造型的部分，屋顶的造型是一个用拱形的，然后有一点拱形的意味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半户外球场除了有实用的功能，在下雨天的时候可以使用，它也兼具美观的一个特色。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半户外球场的时候，它的色泽跟它的色调都是以学生那一个活泼的色调来做设计。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国小阶段的孩子是比较身心上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强调活泼的意象，所以我们的半户外球场也是用这样子的概念跟这样的设计来处理。那另外就是我们半户外球场也会兼具到整个实用的功能性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到，像我们的安南区的长安国小，或者是我们的学甲区的中州国小它都一定会考虑到整个使用上，有时候是以篮球场为主，有时候呢它也会作为整个多功能球场的应用。教育局表示，这次兴建的半户外球场，未来拢会以市府重大政策，伫楼尾顶建设太阳能发电系统，为国家用电政绩分成率，也让学校的学生无论好天甲落雨天，拢会当有一个舒适的运动空间。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统计基比病院2016年到2021年5月，因为跳伞来到院内治疗的个案，总共有20人，平均年龄为63岁，其中男性占6成，有慢性病症更占8成。根据本院资料显示，自2016年1月到上个月为止，因中暑而来本院急诊室就医且住院的患者之中，总共有20个人。那这20个人里面，男性占了6成，有8成的人是有慢性病的。那其中有4成的人是跟工作有关系，发生的季节大部分都是在夏季，那发生的地点都是大部分是在户外的场所。那这些20个个案呢，在经由急诊就医住院之后，有7成的病人需要住到加护病房。那经过积极的治疗之后，预后大致都良好。若是拄到跳伞的状况，医生表示会当用冰角或者是水，放伫咧患者腋下、红棍仔、改边，帮助降温，并且赶紧送医治疗。如果在现场有发现疑似中暑的个案，
那第一件事要先把它远离这个高温的环境，先把它挪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第二呢，就是把它身上多余的衣物可以把它打开，帮助它散热。再过来现场可以使用的降温方式，包含说如果可以在身上做洒水的动作，那现场如果有电风扇的话，就是开电风扇，那帮助它降温。那水干了就要持续的洒水。那此外也可以去拿一些冰块跟水那用一个小方巾包起来，将冰块呢放置于我们颈部腋下，那以及还有属膝部这3个地方。那或是用毛巾进入有冰冷的水之后，放在这3个地方，都可以帮助现场这个个案做降温的动作。那除此之外，也要赶快将这个个案送到医院的急诊去做接下来的处置。基美医学中心急症医学部主治医师郭婉莹表示，潮沙虽然死人，但是会当预防的。除了爱提高警戒以外，若是工课伫高温的环境，爱穿着透气衫，随时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并爱增加休困的时间，减少出现潮沙的发生。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店内除了早期的行李箱、拉里奥甲电风等装饰品，也有手摇的搓冰机。无毋对，这间就是位伫台南知名的冰果室。头家 Jackson 原本是拥有8万年薪的高科技人才，不过为了无爱离乡背景，所以伫安平创业，并选择传承阿嬷卖冰的好滋味。因为公司要外派去马来西亚去从事建厂工作，那本身就是觉得说父母亲已经年迈了，那还有是我想念我的家乡，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去放弃100万年薪的薪资，投入那个转行这样子，想说就是怀念阿嬷的古早味的糖水好滋味，那所以就把阿嬷重拾阿嬷的好滋味的糖水再把它重拾出来这样子。那刚好是我们家还有一些周边的朋友都有芒果，还有一些新鲜的水果的供应，那所以我们就把结合的这些供应链做一个统整的部分，那毅然决然就是把它做转行。那去做冰果室的营业模式这样子。Jason 甲太太2人共齐拍拼，用心经营4年来，因为用料实在、汤水的风味特殊，加上所有水果拢是当年新鲜着时，所以请侪人交关。去年5日节一天到600外人的人潮，以酸仔为例，5个月就卖到9000外斤，相当可观。加上安平的观光旅游商机，嘛带动侪艺人来捧场，用因楼顶手画知名代表的墙面来出境办活动，甚至红到日本、美国，用专业的杂志来推荐。每年在冰品业的是最主要是芒果季跟草莓季，那芒果是我们台湾的最好的外销的产品这样子，那也是受到那个日韩还有一些国外的媒体，还有一些观光客都的钦点，就是来台南一定会想要吃芒果冰这样子。那爱文芒果也有俗称是我们那个玉井的红宝石。那在不同的时令下，我们会再推出更多的芒果系列的产品，这样子都受蛮多的国外的朋友的热销这样子。虽然今年5月开始受疫情冲击，不过由员尽一份心力，响应各种公益行动来回馈社会。其中嘛包括今年1礼拜内，就予农民寄卖300箱高达3000外斤的酸叶，同时为了感谢日本送来疫苗，嘛免开车伫台湾的日本人吃冰，甚至要带员工去日本耍。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